我作為編劇啦，咁樣喺呢套戲入邊，我覺得最滿足嘅一個時刻就係當個劇本出嚟嘅時候，我哋大家圍埋一齊去睇個劇本嗰一刻，真係感覺就好似真係一齊完成咗一件事咁樣，令到我覺得好有成就感。我作為學生導演啦，咁我係負責一個統籌嘅工作，但係平時我都係坐喺導師隔離去睇導師點樣去執戲啦，去觀摩同埋學習啦。咁我最大嘅滿足同埋開心就係可以見到我哋嘅演員，其實佢哋全部都係第一次參加戲劇節，第一次去排練呢個戲劇。喺套戲入邊，其實呢套戲入邊唔係好多角色，但係如果俾我揀，我最中意就係出貓俠呢個角色。我係如何走上出貓之路。因為我哋開始傾嘅時候，其實諗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點樣呈現呢個角色，最尾選擇咗用一個比較輕鬆、比較愉快同埋一個比較有趣嘅方式去呈現呢個角色。最後呈現出嚟嘅情況亦都比我哋想象中更加好，所以我覺得呢個角色係我最中意嘅其中一個角色。咁我最中意嘅角色係李嘉誠。着好晒衫，頭髮好亂，就嚟考試㗎啦！每一日都唔可以浪費。嘉誠咧雖然出生喺一個重組家庭入邊，以及佢嘅屋企人對佢嘅關心係唔足夠嘅，但係咧佢好明白自己要做啲咩，佢嘅目標係想入到 U 住到 Hall，所以佢每日早上都係好早起身，然之後返到學校廁所入邊先去刷牙洗面啦，係為咗有更多嘅時間去學習。咁我最中意李嘉誠嘅一個台詞就係李嘉誠加油，係一個好有 power 嘅台詞。李嘉誠加油！同埋包括我覺得佢係一個好有自己思考同思想嘅人，因為喺出貓俠想引誘佢一齊出貓嘅時候咧，佢係對出貓呢件事係絕對係抱有懷疑嘅，所以佢之後就去揾咗社工去傾偈去解惑。咁喺同社工傾完之後咧，佢清楚咁明白自己係唔想製造唔公平嘅衰人。其實最初我哋都諗過好多唔同嘅題材，例如係一啲懸疑啊、偵探所有嘅題材，但係最尾我同一個我嘅朋友傾過之後，我哋達成咗一個共識，我哋希望藉住呢套戲唔單止係一個戲劇節，同時亦都係一個留念嘅方式。因為我哋唔知呢次會唔會我哋最後一次參加呢個戲劇節，我哋希望用一個比較能夠代表到我哋嘅方式，所以我哋最尾選擇咗用一套學生題材嚟參加呢次嘅戲劇節，希望帶出我哋中學生入邊獨有嘅回憶。